爆掉。几点？上车吗？就要起风了，我考两边哦。草屯、红山、台北、海峡村、竹山、大甲、潮州、埔埔、台中。我不知道没，我对这个不了解。丰原，我对这个不了解。你说手机在发烫。丰原苗栗、鹿港、台北、台中、台东、阿摩港，这无啥。种内底会款啦，吼，要无啥可能袂来会款哦。好了，休息也可以了。你就按照这位置先排好就对了。休息，重点是大家要搞到几点才可以？地门的。来，分享那个，不好吃啊，怎么样啊？不好吃啊，不好吃这种嘢咧。